制作动画 GIF， 效果还可以用。还有广告就是要小心了。按 Video 变 GIF， 左上角第一个，你看，我 DCIM 刚刚存的档案就在这个，就是这个。PC 是手机的3GP， 你看，就马上显示出来这么多的图片，然后要把它变成那个动画GIF， 那要怎么做呢？看不出来，这要怎么做呢？末尾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找上面那一行，按打勾。在制作了。好了。还可以往左边编辑，还可以往右边，还可以向上是什么？对，没有声音，动画是没有声音。你看，还可以分成 GIF 或动画，或者是 MP4， 或者是中，是要高品质还是中的？confirm 确定，也可以 compress GIF 是不是压缩啊？如果是高画质会怎么样？中等的就好了，按照它的按 confirm 确定，然后储存，然后可以输出，储存以后可以输出，输出以后可以使用。那要到哪里去取得？存在哪里？到哪里可以取得？退到资料夹，退到资料夹看看，这个还可以制作呢。谢谢。到底会存在哪里？要记得这个名称叫 GIF Shot， 然后进入这个程式，进入这个档案管理。你看手机程式下载了那么多，档案管理员呢？从档案管理员进去找那个叫 GIF Shot 的。这里有看到 GIF Studio、GIF Editor， 有 GIF 的时候试试看。没有。有 GIF 的，我试试看，没有。到底在哪里呀？动画做好了，存在哪里呀？是麻烦了，动画做好了，不晓得存在哪里。
动画做好了，不晓得放在哪里，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诶，是不是这个啊？3GP 耶！啊，诶，这里要多一个，这个有希望啊！WMV 耶！哎呀，到底会放在哪里呀？啊，真麻烦。